这首《一心康北淡》这首歌呢是由吴景东老师作曲，我的恩师由作词哈。那在这里预计在今年7、8月份会公布在市面上。希望呢大家会喜欢。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，这个整场唱给各位聆听，谢谢你们。我们的原主唱人唱北淡的原主。